我們嘉應會館呢成立是不遲於1801年的，因為那個時候呢，英國政府是鼓勵，就是華人，不管你什麼籍貫，特別是嘉應是屬於比較早期的到來這個殖民地的華人族群，所以他在1801年就免費贈送這一幅地給了我們。當時那些會員多數是商人，所以他們來一批又回一批，所以未必是同樣人。然後有些可能呢來了又來又回去，有些可能來了回去又沒有再來了。那麼這一邊就是一個文化交流的一個地方了，各種民族都有的。比方說我們對面就有印度人的，然後有各種宗教的，包括基督教、天主教都在这一带都有他们的庙宇、他们的教堂，甚至回教徒都是在附近的。所以那個時候，這個是一個很集中的一個市區的居民聚集的地方，居住和從事商業的。不幸的就是開幕不到5個月呢，這邊就遭受到日本人轟炸，然後所幸就是沒有炸中我們的建築物，炸到隔壁的建築物了。所以很多人以為說嘉應會館是被炸，其實如果真的是要炸我們也不稀奇了，因為我們就是那個時候就是很抗日的。1937年其實我們也會館不是有錢的，但是我們也籌了大概900多塊，捐了給中華民國就抗日用的。那麼在梅州有那個糧荒的時候呢，我們這邊也是籌集糧食去支持梅州的。這裡是會館的2樓，主要是會員聚會和娛樂的地方。然後後面這一邊呢，就是我們保留了在重建時期已經存在的先賢的牌位。比方說在這一邊呢，是重建過後，2戰過後呢，我們為了紀念我們在這個日軍日清檳城的時候不幸罹難的16位鄉賢的牌位。我們這裡有一些非常顯赫和有意思的人物，比方說我們有張宏南，他是荷蘭年單那個甲必丹。我們也有謝義清，還有他的兒子謝孟池，還有謝孟池的女婿梁芳。張宏南、謝孟池和這個梁芳都是中國晚清的副領事。中國晚清有5位副領事在檳城，我們嘉應會館就佔了3位。1905年之後呢，應該是接觸了孫中山，就改變了他們的那個思想的軌道，就非常支持孫中山的革命。那不只是這3位，我們還有最早期孫中山來到的成為他們的會員，就是這邊的，其中有熊玉山和劍山，他們是最早期的孫中山的支持者。